台中的成功嶺基地發生了中士夜訓練場煞種對士兵來開槍的事件。這中士是佇有習課程的時陣，伊感覺真好耍，所以舉這個電子的訓練場對這個士兵開槍啦。雖然是拍出了誤發，只是塑膠的槍支，因為是訓練場，但是已經拍到這士兵伊這個手甲腳趾片攏烏青了。台中成功嶺陸軍步兵302旅第81個下晡，發生一個細長的中士佇營區內，拿 T91電子訓練槍甲一個細個士兵射擊。當時士兵當咧進行射擊儀式的課程，細長的中士拿 T91電子訓練槍內底帶塑膠槍支，佇後壁對細個士兵射出5粒塑膠槍支，害人正面的手骨、腳趾片甲頷骨5個所在烏青，緊送病院。可是怕說會自己的男朋友會像就是新聞報那些被受這樣對待。拿訓練槍剛射擊的中士，佇軍中有5年資歷，士兵先2年。兩個人平常時互動攏真正常。細長的中士講是因為一時好耍，才會拿訓練槍射擊。是講佇軍中發生這樣離奇的事件，軍方的處理過程受訪質疑，是想要將代誌壓落來。軍團指揮官獲悉後，當日即主動指派幹部帶高兵前往醫院驗傷，並展開行政調查。次日上午即函送台中憲兵隊依法偵辦。在軍中拿訓練槍甲士兵射擊，軍方強調，針對違反軍紀、傷害官兵權益的行為，絕對袂甲暗號，已經將細長的中士送憲兵隊法辦。未來也會強化幹部教育訓練甲督導的管理機制，來維護部隊的紀律甲官兵的安全。